本節目部分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敬請留意。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從水貨客、雙非孕婦到限制自由行。行政長官梁振英琴日訪粵，拜會當地領導，獲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朱小丹同埋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等等接見。據新聞報道話，胡書記強調擴大粵港經濟合作。梁特首就感謝深圳配合香港政府堵截雙非孕婦同埋打擊水貨客嘅行動。粵港經濟合作嘅重要同埋成就不言而喻，到咗今日已經成為不可逆轉之勢。但係縱觀成個過程，我哋唔難睇得出一個重大嘅變化。喺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嘅呢30多年，前半期香港確實俾內地好大嘅幫助，令到國家受益良多。而喺後半期就係香港經濟要靠內地支援，港府就往往政策反覆，令到內地有啲無所適從。帶嚟雙非孕婦同埋水貨客問題嘅自由行就係典型嘅例子。香港醫療設施同埋技術先進，強化佢嘅產業化規模，吸引外地病人嚟香港接受治療，有利於本港經濟。香港生育率比較低，產科除咗服務本地產婦之外，本來仲有餘力滿足一啲外地產婦嘅需求。只係由於冇妥善解決雙非嬰兒居港權問題，以致內地孕婦湧港，佔去咗屬於本地孕婦嘅資源，並且引發民怨。而家雷厲風行嘅截龍，完全堵截咗雙非孕婦來港嘅路。水貨客搶奶本來係個市場問題，但係政府冇長遠嘅眼光，只能夠用短視嘅手段嚟舒緩壓力。雖然暫時可以鬆一口氣，但佢負面嘅影響將來必定會暴露出嚟。開放自由行係內地政府嘅好意，而家自由行已經係香港觀光業同埋零售業嘅重要支柱。之所以產生雙非孕婦同埋水貨客問題，完全係特區政府執行能力太弱之過。而家部分港人將問題歸咎於自由行，鼓吹改一簽多行為一日一行，甚至有人將少啲內地人來港作為新年願望。呢個係只見樹木唔見森林嘅鼠目寸光。我哋曾經將計劃經濟稱為鳥籠經濟，並且諷刺佢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如果同樣用呢12字訣嚟形容特區政府處理雙非孕婦同埋水貨客問題，亦都正恰如其分。你睇香港經濟不景啦，於是要求放內地遊客自由行，雙非同埋水貨嘅亂出現啦，於是靠零配額同埋限帶令嚟收緊。如果長此以往收落去，咁香港經濟死梗啦。特區政府執行力弱，有制度限制嘅原因，亦都有民粹炒作嘅原因。遺憾嘅係，政府雖然有心努力，但針對呢兩個原因而提出嘅有效應對辦法，到目前為止就唔多見。